最近这个阿强啊咧演习，大家开始注意倒位有防空壕。讲台中东区的副台里，有一个公园，有一个真大的防空壕，但是早都拢互放袂记哩咯。 这是台中东区富台社区唯一一座公园。其实，这个公园的涂骹底，日本时代是一个大型的防空壕，因为年代久远，边仔早已经变成建地起厝啊。你现在门已经看不到了，不要有的门是可能挡在人家家里面的，看不到。 传说中的防空洞就位在东区富台里，走过蜿蜒小巷，终于被我找到了 ，Go！ 队连长经过树林甲楼梯，发现防空壕的入口甲炮台。因为副台里应该是眷村地方的人士，希望讲保留地方的文史，并且彰显防空壕意象，让在地人更加了解这的文化甲历史背景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